伫台南大学视觉艺术甲设计学系老师李香莲的带领，结合2位同学甲动画媒体设计硕士班的学生，以 cosplay 角色扮演，共同伫个樱花里的公车站牌，以来去樱花里开山路为主题，进行公车站座位的增加甲电箱彩画的创作。很开心这次跟永华里这边做一个合作。那我们这个计划呢，其实是我们学校的高教深耕计划，是属于 Hub 4的创意银童。所以我们今年以及明年跟后年这3年呢，我们都会在永华里做深耕的动作，包括高校长的家，我们把它做成创意基地。那这个缘由呢，这个合作其实还蛮有缘分的，因为里长有跟我聊到说，因为高龄他们没办法久站。等候公车的过程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就是用我们本系，就是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那前身其实就是所谓的美术系，去做一个合作。那我们就带领的我们这边的大3的学生以及研究所的学生一起来做创作，很开心这次的合作，也希望可以做一些共好、共荣的可能性。发起的原因，因为当初樱花里开山路并无公车站的座位。加上附近银东社区阁是中车为主，因此当地里长透过民意代表争取公车站牌的设立，加上区公所的公司协力，将机灵地来立美化，成为艺术创作的好所在。108年的时候呢，我们社区巡守队在社区巡守，发现呢，白天的时候，如果长者或是有民众在这边等公车的时候，都是靠在摩托车上因为尤其是夏天天气很炎热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要来帮这个民众争取这个资源，所以就开始透过沈振东议员跟林俊宪立委这边来争取这个公车亭的成立，然后帮他争取之后，我们又想说，这个有一个点，麒麟地这边是不是要来绿化？我们也找了公所公所跟这个地主这边我们也一起在奔走，希望它能够绿化变成一个亮点。除了可以等公车，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些艺文活动。另外，在电商彩绘方面，2位学生蔡玉恒和孙家彤以社区酷手乐团为发想，虽然高龄，但利用几何和块面、街头涂鸦的风格，呈现年轻的风格。当初是接到老师说，开山路有一个乐团叫做酷手乐团。然后我们尝试着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画作，然后我们使用一些比较年轻的元素，比如说一些几何的方式，然后比较块面的方式来创作，然后参考一些街头涂鸦的风格。然后粉红色的部分主要是开山路的花，就是日日春，又称长春花，它的花语是比较年轻的，就是不要把老人家变成说，不要把老的定义变成说是老，要把它年轻一点。上午的创作发表会，台南大学嘛邀请银通社区的长辈甲小朋友共同来完成最后的彩画。现场包括议员、民意代表甲区公所的主笔，嘛拢亲自到场，共同为台南大学甲樱花里的青银共创来见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